为帮助非洲的小朋友脱离无鞋可穿的困境，有乐议员詹培雅服务处发起的旧鞋救命的活动，原本3天要募集300双的旧鞋，想袂到消息一出，前2天就募集超过400双，其中还有善心人士捐赠的新鞋。上午透过服务处、爱心义工协会以及台南华裔扶轮社的志工，共同来整理甲的装箱。今天的活动是我们响应我们国际救鞋救命的活动。那我在6月18 PO 了一段影片，有超过8000个人观看。从第一天我 PO 的时候，就有100多双的鞋子到这边。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所有的媒体，我们有150几双的新鞋子，然后旧鞋子大概300多双，所以今天募集到400多双的鞋子。那我想也有民众跑过来说，为什么你们要办救鞋救命？那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非洲有许多的孩子，贫困地区的孩子，他们是连鞋子都没有。他们是赤脚走在地上，那都会有沙蚤，是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性命。所以你的一双鞋子，即使是2手的，即使你没有那么喜欢，不适合脚的，对他们来说都弥足的珍贵。所以有这样的活动，我们会将爱打包一起来，也省了大家民众各自去分担那60块的运费。那我们将爱心一次送到我们林口的柏林人仓库，将爱存出去，代表我们台南的爱心。然后希望这些孩子收到的时候，可以真正的使用到他们。大家呢就播出时间，一起来整理这些鞋子，把民众的爱心整理好，然后一起送到非洲他们有需要的地方去。真的，救鞋为什么可以救命？在非洲那么医疗不发达的地方，只要他的脚受伤的话，他其实很难受到一个很良好的照顾。所以有鞋子来保护他们的脚，的确是可以保护到偏远地方人的一个性命。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响应这个救鞋救命。服务处的旧鞋救命活动对6月18到21，民众只要捐出会用的、再利用的鞋款，无论是二手或者是全新，服务处拢会经过整理，将2卡的鞋款来绑做伙。确保每一双拢会用的完好来送出，展现台南市民满满的爱心甲的行动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